高中小学就伫要开学咯，也毋过有真侪县市代理教师的欠业个会竞选哦。云林县即马是欠业24个，高雄市是欠业70来个。有学校是表示讲，今年的代理老师特别歹找，有的已经招聘5届咯，佮找无老师。县市政府的教育单位是表示讲哦，先以算点钟的老师，还是讲找退休的老师来代替代课。高中小学要开学，老师要用咧整理上课爱用的物件。毋过真侪县市今年出现代理教师特别歹找的状况。以云林县的云林国中来讲，特教老师是招第6届，才总算伫开学进前找到人。我们这个学校这几年来最难招聘的一次，那所以我们招聘的第6次才把我们所有代理教师的缺额招聘完毕。云林县有24名代理教师，学校还在招聘当中。那其中有国小有6名，国中呢18名。云林县府表示，目前阁咧找代理老师。若是开学要是招无人，就会先找代课或者是兼任的老师，避免影响学生学习。若云林有欠代理老师，目前高雄市嘛拄到同款的状况。缺额人数目前是76人，这些学校目前尚未聘足的代理教师数，大多是1位到2位，目前仍积极的招聘当中。对于他的一个工作量，还有整个那个薪资的部分哦，其实并没有呼应这个社会的一个进步，还有反映物价的一个水准，所以等于说这个职业已经比较不吸引年轻人进入这个职场。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表示，代理教师歹找原因包括整体代理教师的比例上悬，加上愈来愈无人想要做老师，呼吁相关单位应该继续提悬正式教师专业的比例，改善劳动条件，安尼才会当确保师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